具備咗非常之大嘅功德啦。點解會具備咁樣嘅利益同埋功德咧？我哋有布施波羅蜜啦，咁所以佢係非常之重要，我哋擺第一位嘅。咁布施係有三種啦，一種係財施，第我俾我啲師兄先。我影唔到㗎啦，冇卡。兩個一齊，兩個一齊。